日来关心台东的火烧岛，也就是绿岛观音洞附近，昨昏是火烧山，因为风真头拍花了后，又搁倒起来，烧尾24点钟。目前火总算已经拍花，嘛加载无造成人员伤亡。那即马是绿岛旅游的大街，煞熊熊火烧埔，消防人员是无用气气，连半暝啊拢在拍火。点啊，街路边啊，阵阵乌烟走出来，强要看无头前车路。休息期间是绿岛的旅游大街，啊，毋过观音洞甲牛头山附近，却是透早3点外熊熊导火。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，赶紧为地面甲空中来拍火。林务处的森林打火队他们私有地，他们不敢开防火巷。那我刚刚决定跟我们的消防分队长讲。跟局长讲一下我就直接下达命令开防火巷了，要不然这个再这样燃烧不行。原本早起7点外，火已经拍花，想要到3点钟了后，佫因为风势伤过强，佫窜出火迹，烧差不多是13公顷，大部分是私人土地，范围为1万户自来水厂观音洞，一路炭烧到宽度公路，佫继续向牛头山方向烧过去。这一片野菠萝，那野菠萝的树叶又有油脂这个一挖就不可收拾所以我认为说，该做的还是要把防火巷挖出来，然后把它区块挖出来，让它尽量减少它的一直扩散的那个面积。好佳在到初5透早，火势大部分已经拍花，有消防人员留伫现场警戒，搁做局部暂缓处理，真正小面积甲导火原因，还佫等相关单位做进一步了解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